明仔4月1日开始，电费钱要起价。民生用电一个月用超过700度以上的，拢起会着会起3%。今日就立委和民间团体同日开记者会，讲分租价金的房间，若是公家用一粒电表，用电真简单，就一定会超过700度，所以百面起会着。虽讲台电有讲会使去申请到智慧电表。也毋过，因讲这也先经过厝头家同意，而且真够工，这个问题真好解决。一户家做几落间的分租套房甲分租雅房，因为厝税较低，这学生甲拄出社会的少年人，也是弱势者，拢会选择这款厝。不过4月1日开始，一个月用电700度以上，电价就会起3%。这款侪人住共一户的分租户，就有可能超过。现主是有厝头家开始乌白发价，从6块、6.5块、7.5块到7.7块，就是7.69，各有人喊。分租套房又特别是最脆弱的房客族群。台电表示，分租厝型会再向台电申请智慧电表，互台电知影这是分租户，就袂甲起电价。但是立委指出，这种电表厝头家若无同意，就无法度申请，而且施工的时间长，各够工，真好解决问题。所以妈妈基金会建议，会使先为户厝卡通看到电费单开始解决。电费单里面有整体的用电，以及特别是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当期每度平均电价，房东以后就照这个当期每度的电价来收费，不见得每个房东都会给房客这张电费单。你要去查电费的话，要有电号跟用电户名才能查。所有的用户资料呢，都会涉及到用户的个资，到底能不能够去查不是你设户的资料，会有争议的问题。立委要求针对开放厝卡插电费3礼拜内要有阶段性结果。另外，现主是规定，厝头家收电费袂使超过台电公告结构相关价的天棚。所有厝头家甲天棚当做楼地板，每个月拢收结构相关价。基金会建议应该修改定型化契约，规定收费标准以电费单顶悬的平均每度电价收费。内政部表示，各需要研究。记者郭伟霞、桂林台北报道。